位澳門嘅朋友大家好啊，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， 今日同大家分享我哋設計嘅咖啡店。好多人都以為 coffee shop 嘅設計咧只係揀家私油牆式，其實唔係咁簡單㗎。對我哋嚟講，每間 coffee shop 都係有溫度嘅社交場所。點樣令到客人一入門咧就有一種賓至如歸嘅感覺咧，先至係我哋嘅設計核心喎。好多店主都會問點先可以將間鋪整得好睇過人啊？但前提係你想客人喺度做啲咩？喺度溫書、同朋友傾偈，定係帶電腦返工啊？我哋嘅設計喺咖啡店咧，從來咧都唔止做靚個殼嘅，而係圍繞住客人嘅需求，將空間打造成一個可以嘆咖啡、傾偈、放鬆好去處。我哋認為咧，每一個角落咧都有存在嘅理由嘅，好似呢一個 Ivy 嘅咖啡圖書館就係我哋 Shadow 嘅得意之作啦。首創結合圖書、展覽同咖啡嘅 Ivy 學校共用空間 Coffee Hub and Culture 獨特嘅展覽空間。空間裏邊咧設有專門嘅展覽區，展示有關咖啡嘅歷史、文化、生產過程等相關嘅展品。展覽區咧以現代簡約嘅風格為主，展品展示以簡潔嘅方式呈現，令客人輕鬆了解咖啡嘅相關知識。其中學校共用空間結合咗圖書、展覽同咖啡3個元素，為學生提供咗一個豐富而且多元化嘅學習環境。學生可以喺舒適嘅空間閱讀各種關於咖啡嘅書籍同雜誌，同時亦都了解咖啡嘅歷史、文化同埋製作過程，並且品味精選嘅咖啡飲品，激發佢哋創意同想像力啊！真係一舉三得啊！空間裏邊咧設有各種組合形式嘅舒適座位，令學生可以喺試味嘅時候咧，同時咧可以同對方交流啦、討論，促進學術同埋社交嘅結合。而家好多市面上嘅咖啡店都盲目跟風啊，好似譬如佢哋想普通嘅工業風啦、日系風等等。但係我哋 Shadow 認為風格應該係服務於店鋪嘅核心主營。例如果主打精品手沖嘅 The Cupping Room， 我哋會設計一啲裸專長嘅實木吧台啦，成個感覺咧好舒適、好自然喎。客人一入到去咧就俾咖啡嘅香味吸引。而寵物友好嘅咖啡店咧，成日都會有啲貓仔狗仔出入噶嘛，所以我哋就會揀一啲熟悉嘅膠地席啦，家私全部用圓角設計，唔怕佢哋跑嚟跑去撞到受傷，環境溫馨之餘又實用啊！而商廈入面嘅外賣咖啡店咧，目標客人多數都係趕住返工放工嘅上班族，我哋就用簡單嘅白磚，襯埋啲乾淨利落嘅線條做設計，再規劃好快靚正嘅取餐路線，啱晒啲趕住收工嘅人啊！又好似 Shadow 設計嘅堅尼地城呢間 coffee shop 咁啊，呢間咖啡店嘅設計主打溫馨舒服同自然飲路線，黑板咧畫咧增添咗藝術同埋生活氣息，展示架上嘅商品陳列住咖啡嘅文化，地面嘅地氈豐富咗視覺嘅層次，多元化嘅元素共同打造一個既時尚又溫馨、富有生活情趣嘅空間。另外咧有唔同嘅大小台啦，細台又可以一班 friend 一齊玩。細台咧就啱兩個人靜靜地咁嘆咖啡喎。踏入呢一間 coffee shop咧，第一個感覺就係好舒適自然啊。總之，我哋唔會將設計停留喺視覺畫面，而係會思考呢一種風格係咪真係幫到老闆傳遞佢嘅品牌故事呢？又或者令啲目標客人覺得好舒適舒服呢？總結翻我哋 Shadow 嘅業務能力，唔單止係設計，亦都係空間規劃策劃喎。好多人都以為空間設計咧只係畫圖。但係我哋會提供全面嘅空間解決方案，我哋會有專業團隊上門量尺，記錄場地嘅優缺點，仲會提供實在嘅 3D 效果圖。每一個設計方案咧都會出，亦都會供家私定製服務。所有家私咧都係跟空間嘅比例去跟實際尺寸而度身訂造㗎，確保美觀又實用喎。Shadow 設計嘅咖啡店咧，客人會記住嗰種感覺，而唔係記住裝修。我哋從來都唔會堆砌華而不實嘅材料，而係透過空間去講故事，令第一次入嚟嘅客咧就覺得呢度好似屋企咁舒服，又會俾啲熟客每次嚟都會發現新嘅細節。呢啲就係我哋 Shadow 嘅設計核心啦。如果你都想開一間有溫度嘅咖啡店，或者想翻新你而家嘅店鋪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我哋專業嘅設計團隊一定會根據你嘅需求，設計出一種獨一無二嘅咖啡店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